家人往石灣島客貨輪用的交通船，今日暗時要出航咯。早起有舉辦這首航儀式，石灣市的市長也親身來出席，希望這交通船開始走了後，會當增加兩地交流。甲碰床枕頭棉被整齊放好，準備要迎接旅客來。小小家嘛上受歡迎的大碰床房型，會當困15個人。有簡單放物件拄仔會當用，若要洗身軀，都要另外去公共區域。家人石灣島定期航班2月暗時正式開航，首航的載客率差不多4成。客人的族群大概是以小資族，就年輕族群，那再來就是所謂的家族旅遊，爸爸媽媽帶小朋友這種族群是比例比較高的。後續的航班像端午節啊，有一些連假的部分，基本上已經需求量已經超過我們航班的載客數。業者指出講，這隻客貨輪用的交通船，定位是休閒式的郵輪，無親像大型郵輪遐尼奢華，但是嘛有海景咖啡廳、卡拉 OK 含3溫暖這些設施，較關鍵的房型，除了私人的客廳，還有貴賓室會當用。石灣市長嘛親身來參加首航典禮，希望兩地員工未來有更較濟交流。今飛行機も桃園空港から飛んでますけども、飛行機では年間大体1万人から1万5千人です。今回の八重門丸が走ることによってですね、さらにそのお客さんが増えてもらえ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。借由這一艘渡輪，那很多到石原島旅遊的客人可以借個這個輪船一起過來到基隆來玩。家人港爸爸有往來石灣島和那覇等地定期客貨輪，主題是進口鹹水貨。不過後壁因為虧損結束營運，計真儕年後繼續定期航班過來啊。業者嘛講，公布當地規劃宜蘭蘇澳到石灣島的航線，當含日本迄邊在研究可行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